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迄天国前阁去找阮知己的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阮的名同一个国的，拢讲江国啊。结果伊说甲我讲国前啊，我即马拄啊一项电台节目的时间无咧做，互你主持好无？我讲唔通啦，我是爱研究台语，也别出来记尔。伊说甲我印一句俗语讲啊，国前啊，后脚啊哪有咧惊暗堂吼？后脚啊唔惊暗堂，即句话我赶紧抄起来。咱知影后脚啊，就是农村时代咧较暗迄个器躯。当然，亲像现代咧讲汤匙啊，烧香啊烧香，啊后脚啊咧较暗，哪有可能会惊暗堂？无唔对啦。即句话解说就是啥？就是讲，若撞到场面、撞到代志的时阵，你唔通走闪，你要勇敢去面对。后脚啊无咧惊暗堂啦，伊咧甲我鼓励啦，讲免惊暗堂。结果听到安尼尔，我甲阿公兄讲。后脚啊咧较暗无毋对，啊若饭时较暗咧，伊说甲因讲国情啊，这古早味菜啊，这毋免讲啊，咱北部足出名一个所在，饭时较暗，都叫做蚵底，无毋对。啊，你今日听国情啊讲，明仔载去品互朋友听，讲我看解文说理，原来知影一句味菜，讲饭时较暗就是蚵底啦。结果我甲因我讲，你若真正专人讲叫我主持节目，阿公兄，你爱甲我斗上单元，2点钟的广播节目。无上5种无共款的单元就好啊！哦，安尼我就介无用你，啊无毋对啊，无米哪会有粿？换我即句甲因啦，这原来甲遮有牵连的俗语啦。啊，讲兄佫甲我学了讲，哦，即句足久毋捌听呢，无毋对。下粿，淡淡的话，即个下就是重复的动作，米落去下落去变做米浆，安尼才有法度做粿。啊，即个重复的动作，社会原来有人讲下搅。下搅就是啥？就是整搅经，啊，着搅骹啦，你才拨钱流来流去，拢你咧动，安尼或者下搅，我那做重复的动作哩。结果阿公兄听到人讲国情啊，等你嘛好啊，你即马叫我讲甲你上单元，我着食力又搁毋得啊呢。吼，即句安那介趣味的俗语，社会人定咧讲，因为吼有斗句嘛，食力的力，甲毋得的得斗句嘛，食力就是讲介晦气啦，担头介重啦，啊毋得就是讲。有影讲为你费即个心情，啊，我阁无才调得到合理的回收嘛。我若讲家己要上5个单元，我着家己做主持就好，我也通叫你做。我讲吼，斗阵的无毋对啦。啊，虽然讲我无因你做主持，毋过今日来遮吼，甲你学几落句，甲遮有牵连的俗语，原来介有意思。学着讲后脚啊毋惊暗堂，学着讲无米哪会有粿，佮甲你学一句食力又阁毋得，感谢你。